今晚互聯網爆炸咗，因為一條震驚嘅問題：成龍死咗未？社交媒體平台已經被大量貼文洗版，話呢位傳奇武打演員同演員已經離世。全球幾百萬粉絲即刻上網揾證實消息，X、Facebook 同 TikTok 都湧現哀悼。結果世界又一次中咗個瘋傳假消息嘅圈套。冇錯，你聽得啱，成龍依家仲生猛，身體健康。呢啲假新聞殺死成龍，其實都唔係第一次。多年嚟喺死訊嘅謠言傳到滿天飛，每次都搞到粉絲驚慌、混亂同心碎。等我哋帶你了解下究竟發生咗咩事。今個星期早嘅時候，有個貼文喺網上瘋傳，話成龍70歲突然離世。嗰個貼文仲整咗個假 CNN 風格嘅縮圖同埋 P 圖嘅異四文相，幾個鐘之內就爆紅，幾百萬人嚟㗎。粉絲開始留言悼念 RIP 成龍呢啲 hashtag，全球都上咗熱搜，仲有一大堆吸引點擊嘅網址出嚟，佢哋證實嘅報道。但係幾個鐘之後，事實查核員同可靠嘅娛樂媒體就證實咗真相：成龍去死。事實上，知情人士同埋成龍喺香港嘅官方代表再次澄清，呢位尖峰時刻同警察故事嘅主角身體好健康，仲好活躍。根據數碼分析師講，呢啲假消息係由一個咁嘅可信度、專門廣告點擊嘅網站傳出。呢種網站成日靠炒作明星死訊咁賺錢。其實呢位武術傳奇都唔係第一次要親自澄清嘅謠言。早喺2013年之後，2016年又再睇過類似嘅謠言，都曾經瘋傳，搞到成龍自己都要喺 Facebook 出 post 安慰粉絲，話佢仲生猛，叫大家唔好咁都信網上睇嘅。佢仲試過搞笑咁講：如果我真係死咗，我自己會同你咁講。呢件事都提醒咗大家，假消息傳得幾快，社交媒體分分鐘就可以將謠言炒到成為熱話。不過，除咗喺謠言之外，成龍個名再一次咁多人講，仲有另一個原因，就係咁驚人嘅成就同埋財富。拍過超過200套電影，事業橫跨60幾年，仲有無數全球熱爆嘅作品，好似尖峰時刻、醉拳、警察故事嘅。成龍唔單止係電影明星，佢根本就係一個文化象徵。根據 Parade 同 America 20嘅報道，去到2025年，成龍嘅身家估計超過4億美金。佢哋究竟點樣建立咗咁大嘅王國？我哋一齊拆解下。電影事業由香港做特技人起步，到成為荷里活最紅嘅動作巨星之一，成龍徹底改變咗電影界。同其他明星唔同，佢幾乎所有危險動作都親身上陣，連條命都搏埋，贏得全球尊重之餘，亦換咗無數傷患。生意投資除咗演戲之外，成龍仲建立咗一個龐大嘅財富帝國。佢擁有電影製作公司、餐廳、服裝品牌，甚至喺中國有自己嘅戲院連鎖。佢亦都做過好多奢侈品牌同國際大型慈善機構嘅代言人。音樂同慈善唔係個個粉絲都知，成龍其實出過超過20隻音樂專輯，仲要用唔同語言，包括普通話同廣東話。佢亦透過成龍慈善基金會捐咗幾千萬去支持教育、災難救援同野生動物保護。呢一切加埋，令成龍唔單止成為全球最有認知度嘅面孔之一，仲係史上最有錢同最有影響力嘅娛樂圈人物之一。咁點解網絡成日都傳咗死訊呢？專家話，因為成龍代表咗唔淨止係名氣咁簡單，佢係全球堅持、正能量同體能卓越嘅象徵。當有關嘅呢一啲級數人物嘅謠言傳開，會觸動到大家嘅情緒，傳播得更快，因為粉絲真係好在意。但唔好搞錯，成龍依家仲生猛，身體健康，繼續激勵住千千萬萬人。佢而家仲喺中國積極拍戲，2025年都有新作品排緊隊，證明佢即使喺娛樂圈打滾咗幾十年，佢都冇打算慢落嚟。講到尾，我哋要講清楚一樣嘢：假名人死訊係網上最常見嘅假消息之一。而家呢單關於成龍嘅假消息，就正正反映咗呢個潮流有幾咁強大同危險。佢哋分享或者發帖之前，
一定要查清楚消息來源。因為雖然網上話佢死咗，但成龍嘅傳奇依然生生不息。呢度係全球時事新聞，為你帶嚟潮流背後嘅真相。記住訂閱，我哋攞埋個鐘仔，加入我哋一齊分清真與假，喺塑造世界嘅故事入邊。多謝收睇。